台湾原创红仔册集合的制作团队推出台语工作坊的推广活动，二来去到中华的大德国小，教学生囡仔安怎替这红仔册用台语配音，佮用各种的声情来表达，学生也拢讲真趣味。拍一个，搁来一个，搁一个。拍一个，搁来一个。我来，就是爱安尼。这是台湾原创红仔册集合的制作团队推出的台语工作坊的推广活动，除了用台语分享做红仔册美角，佮有指导老师教学生囡仔安怎配音，才会当把情绪、感情表达出来。借由声情的训练，互大家也佮有学生啊知影讲，哦，咱讲话可能就是要有一寡情绪，安尼可能较会生动。配音欢喜甲生气的情绪拢无共。台语配音我感觉足趣味的。陈丁坡文化基金会制作的集合红仔册，是咧讲台湾这块土地的万项带，包括地理、人文、历史这些主题。基金会也甲红仔册内容配台语，今年开始和独立册店、学校合作举办台语的推广讲座。用漫画当做一个媒介，吼，互囡仔开始有感觉趣味，袂感觉讲就是我爱背物件、爱读册。能够在学校里面推广，有助于把我们这个本土的文化往下深耕。目前台语工作坊已经举办4场，未来也会继续伫台湾各地头推广。陈丁坡文化基金会表示，希望用集合这部红仔册动画做台语的教材，让大众用轻松趣味的方式讲台湾话，认捌台湾台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